gonna sa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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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。没错，这身材倍儿棒的老妈正是糖糖隋糖啦。她2015年与老公 Tony 结婚，生了3个 baby， 老大 Max， 老二女儿 Lucy， 还有小儿子 Ollie。平时喜欢在社群软体分享家庭的生活点滴。最新一篇的脸书 po 文分享生活日常，写到有回老公要在半夜时间约杨开会，自己拿了书，戴着耳机放音乐，静静地坐在一旁。约莫半小时后，她起身要倒水，耳机拿掉后才惊觉音乐正大声地从手机播放中。事后她担心会招来老公的责备，没想到 Tony 哥只温柔地给了我一个“怎么啦？还好吗？”大大微笑。她很感谢老公不戳破的温柔，也提到今年是他们铁婚，但彼此都忘了结婚纪念日啦。真的有一种也是美梦成真的感觉。是啊，遇到适合的人，生活上彼此互助，相知相惜，把日子天天都过得像情人节那般美好就好啦。个挑的是。他挑的是这个门，哎，这好像保姆的头哦。哇，里面是一顶帽子，而且形状非常特别耶。接着凯罗又选了一个很像他自己的头的形状的门。打开了。对，打开了以后，里面是一个飞机玩具，可以戴在头上。你看，可以戴在头上的一个飞机玩具。真的。他就把它戴在头上，看一个飞机好可爱。接下来他选的。这个门，一个像狗狗的头的门，打开了。当当，打开，里面是这个小背包。背包。再来是这个门，像丫丫的门，哦，里面是一双奇怪的溜冰鞋。这个脚是谁的脚？你觉得谁可以穿？丫丫。对，丫丫可以穿，因为扁扁的。扁扁的脚，只有丫丫那个脚扁扁的，所以丫丫可以穿。你好聪明。接着还有蛙镜哎。蛙镜哎，你看，有 goggles， 还有安全帽。然后怎么凯罗就把他那个为什么那个保姆就把他拉走？我看看，看看。机器了吗？他买太多东西了。机器了吗？对，你看，又买了蛙镜，又买了安全帽。凯罗还想玩，可是再玩下去恐怕不得了，东西太多了啦，只好硬把他拉走。OK， 现在他们有太多东西了，你看刚刚那个帽帽保姆拿去戴了，然后还有那个小背包，刚好小狗狗可以背，然后还有那个飞机，看他自己带着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啊？溜冰鞋丫丫穿上了，你看溜冰鞋丫丫拿去穿了。还有什么？安全帽在哪里？安全帽哦，在他们那个田鼠朋友戴了安全帽 ，Goggles 也在他们的朋友脸上了。OK。最后来到一家古董店，古董店就是人家用过的东西，很有年代、很旧的东西哦。打开了。保姆对大家说，自己选一样喜欢的东西就回家喽。哇，他要送大家礼物哎。保姆觉得，哦，这个东西不错。沙漏。这个还好，对，这个还好，这个好像蛮好玩的，小小的豆腐。不过还是选这个好了。哎，他选这个机器人。结果凯罗挑了一个旧平底锅，底部凹凸不平的，你看凹凸凸的，价格又很贵。保姆告诉凯罗，我们只剩下一点钱，可是凯罗还是坚持要买，他非常想买这个东西。好吧，最后他们只好拿去把陶笛还给了田鼠，然后把钱凑在一起，他又要把它吃掉了。对，他又要把它吃掉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把陶笛拿去给田鼠，田鼠就会还一点钱给他们，所以他们钱就变多了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拿去买平底锅了。为什么田鼠就把它吃掉？那是田鼠的表演啊。对，他每次都把所有东西塞在嘴巴，你要看什么，他再把它拿出来。吃掉。对。后来东西都买好了，差不多要回家喽。大家都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真是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回到家以后，每个人都迫不及待的打开买来的东西。哇，好多东西！可是因为太累了啦，大家就呼呼大睡了，都睡着了。你看，哦，每个人都好累。
就在睡觉了。隔天早上，凯罗起了个大早，起来要做什么？原来他要用他新买的平底锅为大家做可爱的，对，为大家做可爱的娃娃松饼。哇，原来那个平底锅不是凹凸不平，是它下面有图案，做出来的煎饼就有图案。大家就好开心，说凯罗，谢谢你。开动就是开始吃，开动，哇，这个 pancake 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明天再吃。再吃。weekend 我们也去吃 pancake 好不好？好，那都是小小的。OK， 讲完了。好，讲完了。好，准备睡觉了，两位。准备睡觉。